继续来看人哋嘅专题报道，谈论家炮讽刺观念嘅推广，许多家炮嘅男人因为勇敢嘅青年天数嘅，就内政部嘅统计，民国100年，许多家炮嘅男人以接受保护付出嘅人次有到18.2万人嘅哦，比96年成长嘅3批人，其中有7成係接受心理咨商协談，申請庇護安置服務嘅無多以上。現時也無專門為男人來設置嘅庇護機構，韓國唔是講許多家炮嘅男人家家都唔肯離開路卡喎。家防單位只能培訓專業職工，開辦男性諮商服務，不過也因為前途唔拉，還係許多受害人唔了解政府同社福單位提供嘅付出內容，像特別是家防中心嘅團體諮商，開辦了2年，去參加嘅無到18人。安心專線你好，我是4號輔導員。條擺專門同許多家庭炮利5星天數備註嘅國際家庭炮利諷刺中心，聽聽男性喺親密關係當中輸炮案件見來見多。第一線嘅社工未發現5星社工去同男性結案接觸家下，性別角色先天無強用，行係會影響到輸炮男性會相愛情人來聽數麼？他的太太經常是會懷疑他有外遇，他可能會跟一些女性，那剛好我又是女性工作人員，所以他認為他如果跟我接觸的話，好，可能我還沒幫到他之前，他可能會讓自己更麻煩。就我老婆跟我亂啊，就這樣。反正你會先出門一下子，等到雙方都冷靜了之後，你再回來。啲諮商適度耐心談定家炮被害人講價減數，所專業社工嘅蔡立美就喺2年前由台北市家防中心委託提供同男性家炮被害人服務嘅男性社工，用強用性別嘅角度諷刺個案以外，未為男性被害人主持團體諮商。2年來佢發現5星輸炮者接送時要得到庇護同安置，不過男性家炮輸炮者就算受到壓力，你冇買人來請愛庇護安置。其實很大一部分他們都是說他們要上班，或者是說他們需要接送小孩子，就是他們還是會以家庭還是想要去維持那個家庭正常的運作。聽到男性輸炮案件年4年增加，只有內政部家防會統計，民國100年男性被害人輸炮過後，接受保護付出嘅有18.673人次，比96年成長嘅3批人，其中申請心理諮商同協談比例超高有71.8%，申請庇護安置搶7.1%。學者認為反映傳統觀念，強調男性係一家之主，告訴男性唔肯放棄家庭，影響工作同日常生活，加上愛治療心靈創傷同重建後續生活。如果是男性受暴的話，那個家本來就是他的，房子本來就是他的，他如果逃跑，反而是他放棄他居住在裡面的權利。所以說男生通常比較不會採取這個逃離的方式。認證男性申請庇護比例較大，考慮到觀察成本同社工人力開銷，故所國內冇專門設立男性庇護所，用國體體育理工6年安置機構來提供本男性強勢離開衝突環境。台北市家防中心2年前開辦的第一類男性受害人諮商團體，請嘅男性心理師、社工，透過藝術、遊戲同故事分享當中，旁向負面的情緒得到治療。其實我不跟你談家暴，但是我可能用繪畫方式，我用一些所謂的藝術治療，我用這些媒材，我用繪畫，我用舞蹈，我用戲劇的方式。那其實案主在這個過程裡面，他其實都還是會不斷的說，你有可能在團體裡面交到很好的朋友，所以就增加了你的支持的網絡。那團體當然應該會有一個專業的工作者在帶領，那所以他也會給你一些比較正確的新知。就按多年來家炮案件統計發現得到，已經有越來越多嘅男性突破傳統社會家畜唔愛養，韓國要求男性原來嘅觀念，勇敢出來承認天數，結束家庭暴力。不過認證政府冇買優先圖，受害人動手了解，
政府同社福单位提供的付出内容，特别是家访中心的团体之中，开办2年来正式参加的无到13人。政府除了提升体现竞争、司法同社工人员心贴意识以外，更加应该爱加强先托被害人付出自信，安尼更加多男性受到家暴过后，将做得较早地位得到适当的付出，减少自家面对创伤的无家无杀同痛苦。曾经是有个人这么说，就是说，他没有想到说啊，原来就是社会上就是政府也有这样的资源是可以提供男性服务的。下个新闻已经由陈凤美特别报道。